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恋》。有考你就查啦，不但甲你看报的，先创遐药啊偷偷去，那这实在有够考。你拄来这里来，哪会知影药啊去互查啦偷摕去啊？哟，对吼，我哪会知影哦？啊，就拄则伫外口拄着警察，警察甲我讲的，无我哪会知咧？对无老大，我哪会知？蔡叔。但你伤到这尔严重，卫生室阁无药，是要安怎问诊？过去安尼，请假请2天，先搁休困，剩的代志，我来甲你处理就好，吼。等下，我会想无要紧，而且全办公室已经放送过啊，大家拢嘛知影伊也袂当来遮看病，我无想要互咱遮个传言失望。好啦好啦，你欢喜安怎做就安怎做。我尽量，吼。但是少年人，我有一句话要讲：有时阵啊，唔通伤过自信。恐惊事后失望的，唔是庄仔来的传面，是你这个错意思。是大，算是你未来的竞赛，惊完全看你的面子。啊，我如果恐惊唔是安尼，还是我来查。算了啊，这墙啊，拆拆小小的，卖老紧。我知，来，走。算了啊，你小时阵你甲放出，讲这卫生室啊，看病无药通食，安尼都无人敢去看病。佮唔正惊蔡永山，我要互闹开闹一口，来甲收拾。对，我知。有，啊，一寡生意拢赶下落你做，你就较谨慎。唔通趁钱趁到入去民国几年，搁甲出差错，啊？咁是安尼，我就要甲天公照大个，我袂安尼啦。你放心嘛。安尼上好啦，我来去。啊，请慢行。来行这里。过期的药摕来，叫我半价就甲买，我家己开钱请去头摕，同款是半价。安尼啊话，你种食东食铁哦，你唔惊去假着啊？趁包互你答好唔好？夭寿啊你！生目睭哦，慢慢看讲人才会顾一个。安怎啦？阿乱啊，啊你甲永山哦，到底是会结交袂啦？我哪会知啦？那你阁唔知影哩啦？爸，你要讲啥，你就直接讲啦，莫讲迄个事啥。我看吼，你规矩莫搁甲永山斗阵啦。为什么？这个人咧怪怪咧。为什么啦？
啊摔车袂啦？大概哦。哎爸，迄敢若是我一支乌林目镜，去穿西米露，迄毋是咱本庄的人啊。无喏爸，我看敢若是饲啊水星呢。是啥啊？安尼话要吵死！水星啊！有啊，我只爱等等阿囝。有啊，有啊，你是好安怎啦？啊，无彩我今仔专工穿到这新书要转互你看，你看，我有漂白无？缘投无？啊，出去都唔知通转来，你是要我烦恼死的哦。啊，母啊，我大人大种啊，哪有啥通烦恼啦？母啊，啊你是破病哦？破病你敢有看？啊好啊，恁病2、3天无治啊呢？啊你阿母照顾到破病，你创啊？你是安怎照顾的？免惊啦，恁爸即摆穿西装新主人啊，袂对你起脚动手啦。惊啥？吼，母啊，呀，母啊，咱了迄个。哇，你看有水哦。水啊！当然嘛水，专工替你拣的呢。我来看，哎，哦，拄好，爸爸。愈看愈水呢。秋金啊，你看，水星啊买互我的啦。水，阿母，我要来上班啊。等，过来，你是干啥？来，调你。水。安尼敢好看？好看，好看啊！啊，不过受较大汗淡薄啊啦。大汗唔对，愈大汗愈价值啊。多谢你。等，啊，你挂咧好，你是北海要创啥？我要来上班啊，我先来收起来。后摆若要出门，我甲我挂咧，做记号，互人知影讲我水声啊听无？知无？我听见无？送这条布链互我，叫我爱挂互人看，安尼合作听无？水兄连要对我好，嘛是这尔阿爸。蔡医生若看到，毋知有啥物感想。蔡医生，
你来啊！你受伤啊？我知影，一定是你啉酒惹代志对无？我啉酒惹代志，敢毋是？无你昨暝伫电话中，哪会讲安尼？我人受伤叫你来者，安尼有啥毋对？谁知影讲你心肝遐凶，竟然甲我挂电话。歹势，我误会你。谁知你是安怎想的？你是安怎受伤的？昨暝查来甲我看报地，佮将所有药仔拢偷摕去啊！遮尔苦哦！好佳哉讲即卡医药箱伊无摕走，我是想着讲医药箱内底还佫有消炎药。来，我来。蔡叔，你的伤有要紧。你是看啥？我是咧看你的破面。水箱倒来，是伊送我的。好，真水，真好看。无怪你会笑我，连我家己嘛感觉足好笑。多谢。做医生还咧惊注射？自细汉伫国医，我上惊就是注射。蔡叔，药仔拢互人偷摕去啊！今仔下暗是要安怎靠房诊啊？我嘛毋知咧。哇，足痛！我甲你讲讲。啊你，最先转来，你是要安怎？水星啊，你敢有考牌？你是伫当时晓驶车，我太毋知哈。我看你驶迄台车呢，扑来扑去，真危险了。你阁无牌，若有警察抓到，敢毋是爱罚钱哈？母啊，迄自我入门哦，你就开始念，到即摆已经念足久啊。拜托的啦，你人也艰苦，入去房间困啊。妈，你看到啥就咧念啥呢啊？我著看到你安尼平安倒转来，我的病都好一半较加啊，袂艰苦啊啦。你听我讲啦。母啊，你听我讲啦，你若要搁继续安尼念袂煞，我彻屎是要出来去哦。拜托的啦，你莫搁念落去啊，好无？我耳孔咧念我安尼，强要闹着咧。你耳孔强要闹着？你这个囡仔我拍头你骨头去折掉咧，拍袂掉，我都甲你拍甲掉。母啊，你搁会晓讲呢？归去啦，你若有才调哦，车驶咧搁出去啊！你若毋惊我烦恼时哦，出去啊！我归去哦，甲白好死，看要你安尼来误解我啦。安尼啦，我甲你滚笑你咧。你安尼无伫的时阵，阿母是逐工安尼提心吊胆，为着你安尼要食要困的，你怎啊辛苦，无也无紧的甲我拍拉凉。这莫搁哭好无？你这爱哭啊？拜托啦，你莫哭，我保证我无要出去啊，安尼好无？爱靠心，爱靠心，食饭歹偷大面，嘿嘿嘿。
囡仔。春暖，你讲话。秋瑾，无你讲话啊！春暖是你的女朋友，叫伊讲啊。我到底是啥物所在做唔对啊？我伫都市做医生，去互人陷害，来到庄下做医生爱应付知识，爱应付人情，搁去互查拉拍。即摆恁两个人告我做罪，我到底是安怎？有够苦！蔡叔，啥个？秋金姐，你敢知影？迄个吼赤牙仙哦，世界宣传了，讲蔡医生哦，跋输囝啦吼，啊讲哦，人来讨钱讨无吼，总啊搬咱你个卫生室的药啊拄上咧。伊讲哦，讲你互拍甲做到白，我以后无法度通问诊咧。的心无理由，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敢袂想。蔡医生哦，跋输囝啦吼，啊讲哦，人来讨钱讨无吼，总啊搬咱你个卫生室的药啊拄上咧。伊讲哦，讲你互拍甲做到白，我以后无法度通问诊咧。当是发生什么大代志啊？秋金姐啊，毋是我讲的，你赤甲先生讲的，毋是我，毋是。行，创啥啦？行啦，创啥啦？你要创啥啦？哟，是安怎？快说。你真是红拍哦！你真是欠人一红推哦！对啦！不过，阮细汉哥甲秋金姐遐尔受气。放开啦，我的手会疼啦！莫欺负我啦！你个跑，干嘛？叫你跑，叫你妈！别人误会我不要紧，你是我上好的朋友，你哪会用个误会我呢？我无误会你啦。哪会无？你讲是我做害你甲蔡医师的感情，你安尼讲对我敢有公平？是你讲气话先？是啊。毋过，我真正有迄种感觉。虽然伊接受我的感情，毋过伊敢若足勉强的，甲我做伙哦，拢隔一个面手啦，也无爱加讲一句话。若甲你做伙都无共啊，伊甲你哦，拢有讲有笑，我实在足心酸的。秋瑾，这袂用怪你啦，无得靠我甲英山本来就无的。我袂讲，你甲蔡医师是天生的一对，无人比你搁较适配。你是公主，伊是王子，你两个爱情一定是上美丽、上美丽的故事。秋瑾，相信我，你两个爱情一定是上美丽、上美丽的故事。秋瑾，
恁两人讲好啊？小金，若是安尼，敢袂使往进？王静。哦，爱大家紧倒卫生室，摕医药箱。阿姆无伫啊是？水星的车嘛无伫咧，可能是水星载咱阿母出去啊。水星来会晓开车？水星虽然较无方便，也毋过，请你莫看伊袂起哦。小金啊，你今仔到底是安怎？讲话口气哪会怪怪？我到底是啥物所在得罪你？你对春仔无够好，就是得罪我。我对春仔无够好，无毋对。你较讲道理会好无？上无伫上班的时间，莫甲我讲感情的代志啦。我就是遮尔无讲理的人啦。假使哦，后摆你若对春仔无好，我甲你讲话口气就是安尼啦。